因为最近2礼拜大雨落袂停哦，新竹县竹北、新丰、佮湖口农民种的西瓜、芳瓜、佮有芒仔瓜，拢水上甲真严重哦。本地就伫要收成咯，怎嘛拢乌有去咯？涂骹的麦浪芒仔瓜捡起来，轻轻甲掰开，内底果子肉已经烂去啊！看到这款情形，农民实在真唔甘。新竹县受到连续大雨影响。原本6月就准备要收成的水果，即马全部害了了。一波下雨下这么久哈，到时候哈，太阳一出来，西瓜全部水上，因为这是水太严重了，太多天了啦。你要下1天还好，连续5、6天1个礼拜，我们农民就是看天吃，靠天吃饭的。这个受影响的果子园面积差不多32公顷，县政府农业处也答应。会赶紧来协助农民申请灾害补助。3个乡镇降雨量，1天的降雨量都超过100。我们在接到那个各乡镇公所的通报之后，我们就会迅速启动天然灾害的救助的办法。农民讲，就算讲有政府补助，也无够补贴栽种的成本。大雨造成规年的生活全拢乌有去，实在有够无奈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